去餐馆啊、外卖店啊找这个工，自己慢慢学。苦不苦啊？虽然是很苦的，他年轻没事了，是那时候年轻。有多苦啊？那个时候很苦，是一个星期做一天做10几个钟在厨房里面。那个时候1小时多少钱？还有印象吗？那时候1小时应该1501个小时。天哪！那时候的钱不同，跟现在不同。一个星期就是70磅一个星期。一天要10几个小时。是在后厨。后厨是。什么样的餐厅？各种餐厅都做。各种餐厅都有。就切菜呀，就做灵活。灵活打杂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那时候什么东西都不懂嘛，就是出来学。全都学了，是吧？全都学了嘛。就现在一直做，然后有自己一点钱了，剩下一点钱自己创业嘛。我在餐馆看见人家做春卷。然后我就学这春卷去越南人很多人做这春卷嘛。然后呢又拿出去卖人家了。